现代第一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2章。罗波安的王国一个稳固强盛，伊就弃杀上主的律法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嘛拢缀伊。罗波安王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。示撒有战车1200台，马兵6万，搁带利比亚人、苏基人、古实人对埃及上来，人侪甲算袂了。伊攻出犹大坚固的城，来到耶路撒冷。迄时，犹大的领袖因为示撒的缘故，伫耶路撒冷聚集。先知西玛雅来见罗波安甲遐个领袖，对因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弃杀我，所以我弃杀恁，将恁交伫示撒的手。以色列遐个领袖甲王就谦卑认罪，讲：上主是公义。上主看见因家己谦卑，上主的话临到西玛雅讲。因既然谦卑认罪，我无要糟灭因，要互因暂时得到解救。我无要通过示撒的手，将我的受气摒落伫耶路撒冷。毋过，因会做示撒的奴仆，互因知，服侍我甲服侍地上列国有啥物无相像。对安尼。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宝物拢抢去，搁抢所罗门所做遐个金的盾牌。罗波安王做铜的盾牌，代替遐个金的盾牌，交互顾王宫大门的守卫长固守。王特别入上主的殿，是为就掠这个盾牌，后来搁带转来下伫示卫室。王家己谦卑的时，上主就无搁受气，无完全甲伊糟灭。犹大的情形嘛有改善。罗波安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加强伊的统治。罗波安继位的时41岁，伊伫耶路撒冷做王17年。耶路撒冷是上主对以色列政治组中竞选，互人来敬拜伊的城。罗波安的老母叫做拿玛，是阿门人。罗波安做社恶的事，伊无坚决找求上主。罗波安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先知示玛雅甲先见一道的言行录。罗波安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。罗波安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阿比雅煞接伊做王。